我哋已經探索過 The Unionville 嘅寧靜居所同埋 Oasis 嘅恬靜，而家我哋行入聲名顯赫嘅 Angus Glen 社區，呢個鄰里完美平衡嘅歷史魅力同現代奢華，營造出一個既充滿活力又精緻嘅環境。呢度就係你人生新篇章嘅起點。The Unionville 坐落咗 Kennedy Road 同16街嘅交界處，係通往萬錦市最令人向往嘅高尚住宅區嘅門戶。喺呢度，所有生活便利都係觸手可及，只需悠閒攞行幾步，你就會見到 Village Grocer。佢係萬錦市最頂級嘅美食超市，提供最優質嘅新鮮本地食材。如果你想有更豐富嘅購物體驗，Markville Mall 嘅高檔精品店同餐廳，亦都只係近在咫尺。喺呢度，現代生活嘅必需品被提升到藝術層次，提供一種輕鬆而精緻嘅生活方式。對於追求活躍生活方式嘅人嚟講，周圍嘅景觀就係一個充滿無限可能嘅遊樂場。你俾世界級嘅高爾夫球場環繞，包括著名嘅 Angus Glen 高爾夫球會同 Upper Unionville 高爾夫球會。如果你中意寧靜嘅節奏 ，Two Good Pond 同 Rouge Valley 嘅優美小徑提供咗無盡嘅機會，等你可以沉浸咗大自然之中。無論係朝早嘅 Arthur Stollery、Common 慢跑，定係下晝嘅 Eleanor Casely 公園度過安靜嘅時光，戶外活動都係 Angus Glen 體驗中不可或缺嘅一部分，帶嚟深層次嘅幸福感。但或者我哋位置最迷人嘅地方，就係鄰近 Unionville 嘅 Main Street。200幾年嘅呢個歷史悠久嘅小鎮，一直係欣賞魅力同特色嘅人嘅目的地。憑藉其遺產街景、獨特嘅精品店同迷人嘅餐廳 Main Street， 提供咗一種真正獨一無二嘅永恆氛圍。呢度係一個保存同慶祝歷史嘅地方，同周圍城市嘅現代活力形成嘅優美嘅對比。能夠喺家門口就擁有咁樣一個歷史瑰寶，係一種難得嘅榮幸。居住嘅 The Unionville 意味住身處一切嘅中心。呢個社區提供嘅最好嘅一切，由頂尖教育同世界級娛樂，到歷史魅力同現代便利。呢度唔單止係一個居住嘅地方，仲係一個你可以真正揾到歸屬感嘅社區，被萬錦市最優質嘅資源所環繞。我哋嘅旅程即將結束，請繼續收睇下一段影片。我哋將會討論 The Unionville 嘅市場機遇同投資潛力。